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3月2日上午8時26分，喺廣明縣廣盈閣發生咗一宗火警，消防人員喺5分鐘之後到場，並喺4分鐘之內將火警救熄。消防處一共動用咗14架消防及救護車輛、60名消防及救護人員以及1隊煙霧隊進行灌救。喺呢單火警入面，有2名市民傷者被救出，並經由救護車送院治理。另外150名市民自行疏散，火警成因有待調查。為加強消防安全，並減少因為火警發生而造成嘅人命傷亡同財物損失，消防處一直鼓勵市民購買並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。有關獨立火警偵測器嘅購買及安裝，可以留意以下片段。自己的事自己做，自己買自己裝。喂，仁哥，安裝獨立火警偵測器唔係咁容易㗎，使唔使幫手啊？真係咁容易啊，成師傅，等我嚟啦！我哋只要跟住製造商嘅指示，自己用膠貼或者螺絲安裝，咁就得㗎啦。真係咁容易？係啊，而家安裝就係咁容易，自己買自己裝，獨立火警偵測器，為你加添安全。